又過咗一個月啦，歡迎大家收睇投資最容易嘅頻道，繼續嚟到美元定期存款銀行嘅比較。喺最近一個月多咗好多財經新聞啊，其中一樣當然就係關於關稅啦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以地圖炮嘅方式向全球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加徵關稅，日本、墨西哥、加拿大、中國、香港，每一個國家都有機會面對新嘅美國關稅政策。無論股票市場定係債券市場都大幅波動嘅。我哋先睇翻聯儲局而家指標利率繼續維持喺4.25%到4.5%呢個區間。下一次聯儲局開會嘅日期呢，就3月19號。大家會睇到啦，市場差唔多所有人都預期維持現有嘅利率不變。好啦，到下一次5月7號，市場呢仍然都係比較相信都係維持利率不變嘅。咁比例去到67.2%啫。再之後到6月18號咧，先有一次開會，市場就開始傾向會唔會減一次息咧，減1/4厘。大家睇到都有57.7%，望遠少少啦，望到去今年年底啦，2025年嘅12月10號。市場預期咧就有機會減咗2口息到3口息不等嘅。但係然後去到呢個位咧，大家再望多一年咧，就發現咗咧就唔會再點樣減息啦，市場就維持喺呢個3.5厘啦到3.75厘呢個位置嘅。當然啦，加息定係減息咧，同一啲數據有關嘅。第一個就同 CPI 啦，咁我哋睇翻最近 CPI 嘅數據喺2月出咧就係3%，比預期咧就升咗0.1%，已經連續升咗4個月噶啦。第二個數據就係 Core 嘅 PCE，最近嗰幾個月咧其實保持平穩嘅，喺2.7%啫，2.8%、2.6% 呢個區間上落，分別不大嘅。再然後啦，睇埋第三個數據就會係生產物價指數嘅 PPI，咁我哋睇到咧已經連續升咗4個月，最近一個月嘅數據咧去到3.3%。睇完呢3個表，大家應該有概念啦。好明顯啲數字咧就冇再撳落去嘅，喺而家呢個位置咧就上落徘徊，而當中要留意嘅就係 PPI 仲升緊嘅。如果聯儲局減息減得快嘅話咧，咁就變咗撳唔到個通脹，又上翻去，到最終咧佢又要加翻息。基本上聯儲局咧而家都係見步行步啦，睇下最新嘅數據會係點樣先做決定。另外咧，同息率最敏感嘅當然係美債債息息率啦。咁我哋睇翻啦，最近一個月咧又回落咗啲嘅，3個月孳息率咧就4.303， 6個月咧就4.24%，而1年期咧就4.053%。咁1年內嘅期數咧全部都企穩4厘嘅。然後到匯市方面啦，美匯指數咧就短時間都下跌咗幾多。對上一個高位就108蚊左右啦，最近就跌到落103.7嘅。如果大家最近咧想去旅行啦或者唱錢咧，就發現咗咧對外幣咧換嘅數目咧就換少咗啦。主因咧其中一樣就係美匯指數咧就喺最近一個月咧就跌咗唔少嘅。對上一個月嘅最新數據咧，大家有個了解啦。咁銀行定期存款咧，咁呢個月又有咩改變呢？我哋一齊睇下。今個月信銀國際 City Motion 信用卡同埋大灣區雙幣信用卡強勢回歸啊！等咗咁耐，終於有啦。講翻信銀國際 Motion 信用卡嘅特色先，首年免年費，食肆同埋網上簽賬高達6% 現金回贈。另外佢嘅迎新獎賞係頭3個月用外幣簽賬10% 現金回贈，變相去旅行 shopping 啊，額外有9折。加埋頭先講嘅食肆同埋網上簽賬高達6% 現金回贈，最多加埋可以足足高達16% 回贈啦。另外而家透過 Money Hero 成功申請信用卡呢，仲有獨家獎賞，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。詳細內容大家想知嘅可以睇翻資訊欄。另外啦，信銀國際仲有張大灣區雙幣信用卡，同樣地首年免年費，另外指定電子錢包同埋人民幣簽賬4% 現金回贈。人民幣單一簽賬滿3000蚊或以上，額外仲有6% 回贈啦。另外迎新外幣簽賬高達10% 回贈，同埋豁免海外簽賬手續費。另外仲有 Money Hero 獨家迎新禮品啊！相關連結同埋相關資訊呢，我放咗喺資訊欄，大家有需要嘅可以撳入去睇下啦。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，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。先睇第一間工銀亞洲全新資金定期存款推廣，推廣日期去到3月31號嘅。如果你係工銀財富或者理財金客戶，存款金額美元10萬或以上，佢有一個98日嘅4厘，188日咧就3厘85。
如果你係工銀財富、理財金、理財 e 時代或者綜合客戶呢，佢銀碼可以細啲嘅，存款金額15,000美元或以上，98日3.9厘，188日呢就3.75厘，就少0.1%。大家如果記得頭先睇完美債個息率呢，發現咗個相差都唔算好大啦。98日你當3個月啦，188日呢就當半年，咁個息率都係爭0.1到0.2%，咁都算不錯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個網上定期存款優惠嘅，美元存款金額，假如係15,000啦到10,000以下，3個月3.85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3厘嘅。如果你銀碼好大嘅，去到100萬或以上咧，利率就會多0.1%到0.2%不等。另外啦，如果你係 E 時代或者綜合客戶咧，利率都係3個月3.85厘啦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咧3.3厘。第二間匯豐銀行。美元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，同上個月一樣嘅，暫時未有最新更新。卓越理財專上客戶存款金額2,000美元或以上，3個月、6個月都係3.7厘，12個月3.3厘。如果你係卓越理財客戶，利率同頭先專上客戶一樣嘅，都係3個月、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3厘。如果你匯豐 One 呢，利率會低0.2%， 3個月、6個月3.5厘。12個月就會係3.1厘啦。第三間中銀香港新資金特優定期存款，美元存款3個月3.6厘，6個月3.4厘。如果你係自營理財或者自助理財呢，利率會低0.1%。然後到第四間 Citibank 全新客戶定期存款優惠，美元高達4.3%。然後到第五間大中銀行香港。美元定期存款2個月、3個月都做到3.85厘，6個月3.8厘，12個月咧3.6厘。呢一期嚟講咧，大眾銀行嘅利率咧算係唔錯啦。然後到第六間富邦銀行，富邦 Plus 手機應用程式特優美元定期存款優惠，不論新舊資金，美元65,000或以上，3個月4.15厘，6個月同埋12個月都係4.1厘嘅。如果你銀碼少啲呢，咁個利率就低好多啦。咁大家要留意翻啦。如果你係喺分行做定期存款嘅話，等值港元100萬或以上，3個月3.85厘，6個月同12個月都會係3.8厘，會比頭先呢低少少嘅。然後到第七間恒生銀行優越私人理財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，美元2,000或以上，3個月3.8厘，6個月3.7厘。如果你喺分行或者電話理財咧，就有機會低0.1到0.2% 不等嘅。第八間渣打銀行美元定期存款新資金2,000美元或以上，存款期3個月3.5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3厘。除此之外咧，渣打銀行有一個叫做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嘅，最高可以有4% 活期存款年利率。咁佢分幾浸嘅？由開戶日期起計，去到5月1號咧就會有3.4厘啦，5月2到6月1呢一陣咧就會3.5厘，最後啦，存款期喺6月2到7月3咧就會有4厘嘅。另外咧，佢呢期有個限時優惠啊，咁啊上網睇到就會係1,388蚊現金回贈，咁你要喺3月15號之前就開立指定嘅戶口，同埋維持港幣200萬或者美金26萬或以上，存款結餘去到7月3號咁先有嘅。然後到第九間中國建設銀行亞洲，佢有個月增息儲蓄戶口，美元咧就高達3.5%。咁我哋睇翻個詳情啦。由即日起到3月18號，客戶成功開立月增息儲蓄戶口，同埋登記月增息優惠，喺存款開放期內存入資金，美元就可以享高達3.5%活期儲蓄年利率。美元存款金額最低1萬蚊，第一個月1.5厘，第二個月2.5厘，第三個月咧就會係3.5厘啦。然後到第10間星展銀行 DBS 美元新資金定期存款，一般星展客戶3個月3.9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2厘嘅。如果係現有資金或者係續存嘅話，就會低0.05%啫。3個月3.85厘，6個月3.6厘，12個月咧就會係3.15% 啫。然後到第11間 Interactive Brokers 盈透證券，雖然唔係銀行，但係咧佢有個存款咧，我覺得個利率都唔差嘅。存放喺入邊嘅錢，美元頭嗰1萬蚊咧就冇利息嘅，
多過1萬美元嗰啲呢，就會有3.83%啫。咁條數點計呢？就係指標利率啦，而家係4.33厘，就會減翻0.5%，就會係3.83%啫。咁當然啦，視乎你嘅銀碼幾多，你嘅金額好多嘅，咁你投個1萬蚊冇息呢，個影響唔大。舉個例，你啱啱好有10萬美金嘅，咁你拉翻勻呢個利率呢，就會係3.447厘啦。如果你有100萬美金呢，咁個利率就好接近3.8厘啦，就會3.792厘。但係如果你本身唔係好多錢或者流動現金呢，咁個利息呢就未必咁靚仔啦。咁啊，大家留意翻。如果大家想開戶口嘅，下邊有專用連結，咁我用翻嗰條連結呢，就要開翻 IB 戶口啦。乜嘢都唔搞，賺下利息。但係如果你見到有機會又想買下股票呢，咁佢嘅手續費呢算少嘅。咁啊，買美股又好，港股都好。然後到第12間東亞銀行至尊理財客戶，3個月存款期3.75厘。6個月3.6厘，12個月呢就3.2厘，呢個係新資金嘅利率。如果現有資金呢就會低少少，3個月3.6厘啦，6個月3.45厘，12個月呢就會係3.15厘嘅。去到第13間招商永隆銀行，存款金額50萬以下啦，3個月3.1厘，6個月3.15厘，最後12個月呢就會係3.1厘嘅。然後到第14間中信銀行國際，佢呢個月呢未 update 啊，仲係用緊上一期嗰個數嘅。上一期做緊美元啊，最高去到4.05%，最新嘅利率可能未更新啊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呢，可能得閒上去個網度睇一睇，或者撳入個 Apps 度睇一睇啦。最後啦，第15間大新銀行高息美元定期存款，如果你係 VIP 客戶嘅話，存款金額假如係20萬到50萬以下，3個月3.8厘，6個月3.4厘，12個月都係3.4厘嘅。如果你大額存戶呢，去到500萬或以上，3個月4厘，6個月同埋12個月都有3.6厘嘅。如果你做唔到 VIP 客戶，係一個其他客戶呢，大家會見到啦，利率會低0.4%。一口氣同大家睇晒15間銀行連證券行個利息，咁可能大家唔記得啦。呢度做個表，同上個月對比翻嗰個變化，睇翻美國國債債息同上個月比呢，就全線都下跌嘅，咁啊跌0.02%到跌0.11%不等啦。另外睇翻其他銀行或者證券行嘅利息呢，普遍其實分別不大嘅，同上個月一樣嘅，即係小部分呢，就個波幅比較多，其中一間就招商永隆啦，同上個月比呢，就跌得比較多嘅。大銀行嚟呢，就冇乜點變化嘅，而星展銀行啊6個月又加咗少少利息啦，東亞銀行6個月同埋12個月利息都有上升嘅，最後大新啦同樣有上升嘅，其他嗰啲就分別不大啦。大家有需要可以撳停望一望啦，再比較翻睇下邊個適合自己。呢一個月美元定期存款呢，就講到呢度啦，咁啊下一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